1998年，巴黎嘅郊區出現咗一個僆仔，18歲嘅時候帶咗摩納哥入歐聯四強，19歲已經喺世界盃決賽射入一球。呢個就係麥巴比。2007年，西班牙嘅一個加泰隆尼亞移民家庭入邊又出現咗一個細路，15歲已經踢緊巴塞一隊，16歲做埋西班牙嘅主力去踢歐國盃。呢個人叫做耶馬。今日我同大家做一個對比，究竟兩位準球王喺同樣19歲嘅時候，媒體對佢哋兩個邊個期望高啲？首先容許我戴個頭盔先啊。耶馬呢就係2007年7月出世嘅，所以到呢一刻佢都仲未19歲，亦即係未踢完呢一屆世界盃嘅。而麥巴比就係1998年12月出世，所以當佢19歲嘅時候呢，佢已經踢咗2018年嘅世界盃啦。麥巴比喺巴黎嘅東北部邦迪鎮出世，呢度係一個窮人區，亦都係移民嘅集中地。佢嘅爸爸就來自喀麥隆，媽媽就來自阿爾及利亞。爸爸以前係一位足球員，媽媽就打手球，所以佢細細個已經展現咗佢嘅足球天賦。喺14歲嘅時候，皇馬、曼城呢啲已經向佢招手，但係佢選擇咗摩納哥。16歲零347日，佢就為摩納哥嘅一隊出戰，打破咗亨利保持咗21年嘅最年輕上陣紀錄，所以16歲嘅麥巴比已經俾人譽為亨利嘅接班人。另一邊，耶馬6歲就入選巴塞嘅青訓拉馬西亞，15歲就已經代表緊巴塞踢西甲。佢兩個16歲初出道嘅時候有幾勁？要用小說人物先有得比喎。條片嘅下半部分我哋先真係做比較啦，跟住我哋講佢哋19歲前球會嘅表現。16至17年，麥巴比18歲嘅時候迎來咗佢嘅大爆發。佢喺法甲交出15個入球、11個助攻，打破咗巴黎聖日耳門嘅壟斷，奪得法甲冠軍。巴黎當時有幾壟斷法呢？你哋自己望下。同一時間協助摩納哥殺入歐聯四強，而且打破咗歐聯準決賽最年輕嘅入球紀錄。By the way，佢哋呢啲人破紀錄當食生菜，我都係見到啲重要嘅我先講。巴黎雖然喺聯賽輸咗俾摩納哥，但係有一樣嘢佢哋永遠都唔會輸嘅，就係錢。有錢真係大晒。佢哋決定直接解決問題，用1.8億嘅歐羅買咗麥巴比。截至而家呢個轉會費仲係歷史以嚟第2高，僅次於尼馬。到耶馬呢邊，呢條友又係誇張嘅，我俾你哋望下佢打破咗嘅紀錄。總之佢打破咗西甲最年輕嘅出場紀錄、入球紀錄同埋助攻紀錄，其他嗰啲我就費事講住啦。對於呢啲神童級別嘅球員嚟講，我覺得呢個人嘅一句說話真係講得好啱。耶馬17歲已經為巴塞嘅一隊上陣超過100次，交出咗22球同埋33個助攻，遠超同年紀嘅美斯同埋 C 朗。2025年幫巴塞贏得3冠王，自己更加排金球獎嘅第2名。跟住我哋講國家隊，國家隊先係呢兩條友上神台嘅原因。麥巴比喺2017年首度入選法國國家隊，佢第一個出戰嘅大賽係2018世界盃。喺呢屆世界盃，佢7場入咗4球，16強對阿根廷就梅開二度，幾乎係靠一己之力踢咗球王美斯出局。喺決賽對克羅地亞攻入第4球，係繼球王比利之後第2位喺世界盃決賽入波嘅20歲以下嘅球員。要知道美斯19歲踢世界盃嘅時候仲係坐緊爛板凳，就係憑住呢屆世界盃表現，佢已經唔再係亨利接班人，直頭係當代最好嘅球員。耶馬16歲零57日首次為國家隊上陣，第一次上陣佢已經取得入球，打破咗西班牙隊史最年輕嘅入球紀錄。2024歐國盃係耶馬踢嘅第一個國家隊大賽，佢喺準決賽對法國攻入1球，幫助西班牙取得領先，亦都成為咗歐國盃史上最年輕嘅入球球員。決賽對英格蘭交出1個助攻，
以主力嘅身份幫助西班牙贏得歐國杯。C 朗19歲踢歐國杯嘅時候都只不過係一粒新星，但係耶馬16歲踢歐國杯嘅時候已經係隊內嘅核心。好，講完背景之後，我哋又攞翻媒體當年嘅評價出嚟做比較。初出道嘅麥巴比成日拎嚟俾人同亨利比較，因為佢嘅踢法同亨利接近，速度快，射術好。只要佢哋一開始加速，防守球員就追都追唔上，只可以用超技術。喺歐聯4場入5球係佢真正成名嘅開始。嗰一年佢18歲，喺媒體嘅眼中佢係一個超級神童，冇錯，都只不過係一個超級神童，亦即係未係一個巨星。而另一邊嘅耶馬一出道，已經唔係一個普通嘅拉馬西亞神童咁簡單，媒體已經將佢形容為美斯嘅接班人，因為佢喺巴塞、西班牙不斷破紀錄。佢好快已經成為咗兩支勁旅嘅門面人物，所以媒體就好似跳過咗神童呢一個階段，直接視佢為一粒巨星。不過我又講翻句公道說話，紀錄就大家都一齊破噶啦，只不過麥巴比就踢摩納哥，耶馬就踢巴塞，所以個目光係唔成正比嘅。不過耶馬成名嘅時候只不過係16歲，媒體更加願意去吹奏呢一啲更罕見嘅天才球員。所以佢一出道嘅時候，已經直接俾人拎嚟同球王比較。而真正去到家傳戶曉嘅時候，佢哋兩個都係踢完第一次嘅國家隊大賽。麥巴比喺2018年贏完世界盃之後，媒體對佢嘅評價係一個兌現到自己天賦嘅超新星，而且已經踏入咗世界級嘅舞台。當時嘅主旋律係麥巴比將會接班美斯同埋 C 朗，成為之後統治球壇嘅人物。而另一邊嘅耶馬喺2024年贏咗歐國杯之後，媒體已經唔單純話佢兌現到天賦咁簡單，佢哋敘事嘅主旋律係想象空間。一個17歲嘅僆仔已經可以成為主力奪得歐國杯，佢嘅上限究竟有幾高？只可以直接拎啲球王同佢做比較。如果用一個簡單嘅對比去比較佢哋兩個踢完第一次嘅國際賽，麥巴比贏到嘅係一個巨星嘅肯定，而耶馬贏到嘅係一個歷史級球王嘅懸念。戴翻個頭盔先，雖然我呢度嘅內容以媒體嘅評價為主，但係無可避免我都可能投射咗少少主觀嘅情緒落去。至於其他人嘅感受係咪同我一樣，我都好想知道。歡迎你哋留言提出你哋自己嘅評價。直至我製作呢條片嘅時候，今屆嘅世界盃仲係16強。如果耶馬呢一屆又贏埋世界盃，兼且交出有力嘅表現，我都唔知道媒體可以再吹到有幾大啦。法國同埋西班牙最快都要去到4強先碰到面，我哋拭目以待啦。我叫做牛大力，多謝你花時間收睇我呢條片。我之後都會整唔同類型關於足球嘅片，歡迎你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。多謝你。冇茶啦！